咪呢個？這個好看，哎呦，你覺得？อันนั้นคือปองอ่ะปองเราสุดแม่เท่าสิแม่เท่าเด็กเพียงชื่อละ在今天中午的1点钟左右，武鄂高速的这个公江岭收费站也已经封路了，所有出城的车辆和人员都禁止出行。我感觉我到哪里嘛，生化危机现场，全部医生都是护士都是这样的，全部都是这样的。我给你们看看现在这医院是什么状态了啊！已经看见了吗？这是医院里边啊，家里有孩子的能不出来千万别出来，这个事儿现在远远比你们想象当中要严重，知道吗？真的非常非常严重。看这里边，现在这是医院里边已经是什么样了，看见了吗？看这跟他妈生化危机一样我操，跟他妈生化危机一样。我不知道这是叫号啊还是排队，叫别个病人在这里站几个小时，这不是互相交叉感染？你就叫号就叫号了。所有看结果的，大家都不要说话了，听我的，安静。首先，在这儿把所有看结果的人全部在外面排队起来。对，看结果的人跟着这位小伙子在门口去排好队去。啊！我们这边排好队，先出去排好队，不要紧张。我不知道这是叫号啊还是排队，叫别个病人在这里站几个小时，这不是互相交叉感染？你就叫号就叫号了。所有看结果的，大家都不要说话了，听我的，安静。首先，在这儿把所有看结果的人全部在外面排队起来。对，看结果的人跟着这位小伙子在门口去排好队去。啊！我们这边排好队，先出去排好队，不要紧张。我不知道这是叫号啊还是排队，叫别个病人在这里站几个小时，这不是互相交叉感染？你就叫号就叫号了。所
有看